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0页，解说甲正文第40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就是解说甲五金是逆一期，即嘛应该呢，要来煞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不见一法尽不见，大事夫魂也入面。应该呢，就是对这个所在呀，来甲咱各位来说明。这段文呢，咱在前面已经念过啊。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对这位地上法师讲啦，讲因为大同和尚所讲的，抑搁再有存一个见地，所以啊，使你无法度好来了知其中的道理。那我现此时呢，就要用这个机来甲你开示。这个机就是讲不见一法是尽不见。讲这个不见一法，这呢就是尽一个无见。因为在前面大同会就甲伊讲啦，讲你的本性啊，敢若亲像虚空，是了无一物可见啊！伫遮慧能大师所讲的不见一法呢，就是约前面大同和尚了无一物可见这句话所讲。就是讲，假如呢，你若心中啊，抑阁有一个了无一物可见的这个不见一法，这款的心啦，安尼呢，就是存无见。存就是讲存在心中，就是讲，若呢，你这个心中呢，就是有一个无见的迄个念头伫迄个所在啊，意思就是讲不见一法啊，那袂使你有一个迄个无见，这两字啊，无见的这个心，在咱的这个胸中。你假定讲，若是有存一个无见，在咱这个心中啊。安尼就是对在迄个无见，那对在迄个无见的所在呢，就会去障蔽着自己的本然清净的心。所以慧能大师呢，就提一个譬如，讲大事夫魂啊，入面，讲这呢就大事，大事就是讲大大的亲像啦，就是讲真正亲像迄个夫魂啊，夫魂就是讲会走的迄个魂，名叫做讲做夫魂啦。就参照这个夫魂呢，来压迄个日面，日面啦，就是日头的面啦。假如讲你若是在心中有存一个不见一法，安尼就是讲存一个迄个无见的这款的念头在心。啊，这个无见的这个念头呢，就敢若亲像一片的云共款。这个云啊，就去压着迄个日头的面。假如讲这个天清清清，
拢无一点仔惊乌云，也拿咧迄个日头光啊，拢袂去互迄个云炸掉咧。只要呢起一点仔云，迄点仔云呢，就会去炸掉迄个太阳光。虽然是讲，迄点仔云去炸掉，对即个太阳光发挥伊个光的迄个功能，无讲真大影响啦。但总啊，有一片的云伫遐。伫遮所讲的即个浮云这两字啊，这就是譬如在胸中所存的无见这两字。李白的诗文来讲啦，讲总为浮云凌白日。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啦，就是讲了无一物可见的这个所在，袂使你搁再内心啦去存一个讲无不见一法那么你若是有一个不见一法啦，就是有一个无见这个心念。这个心念的本身呢，就敢若像一片的云共款，也就是讲不见一法所存的无见，这呢就是染污了究竟清净的自性心体。下面讲不知一法呢，是修空知。讲假若若是叫做不知一法，安尼就变成了修这个空知。这个不知一法，这就是前面大同和尚对地上法师所讲的，讲无一物可知。这个无一物可知呢，名叫做讲做真知。这是大同和尚所讲的，但这个无一物可知的这个不知一法呢，就变成修在这个空知的所在。所以这个无一物可知就是这个不知一法。你不知一法袂使你来执着在这个空知。这个空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敢若讲像插头啦，像石头啦，也呢取守这个空寂，安尼就变成互这个空知所障。互这个空知所障，讲凡如太虚成闪电，讲这呢就敢若亲像这个太虚空生起这个闪电。这个闪电就是死一个迄个电名叫做讲做闪电咱特别落雨的时阵，天变歹啦，就迄个死啦。这个死啦，就是遮所讲的这个闪电的意思。这个闪电就是讲迄个火死一个。那你有存这款的见解呢，也是属于心中的一种障碍。下面讲次之知见辟然hin，错任何正皆方便。次之知见辟然hin，也就是无见甲空知。这款的这个见解这款的这个心念，辟然hin这个辟然hin的意思呢，就是讲就安尼暂时升起啦。就是讲只要你时间真短，一大久的时间呢，你来升起到这款的无见，或者是讲空知。就是讲有一个不见一法不知一法的这个心，在你内心升起，安尼就是错任何正皆方便。这个错任就是讲你的认识错误，
啊，讲吟诗错误呢，将即个无知无见，甲伊当作讲就是对，哦，这就是错吟，安尼就失去了正见的途径啊。哦，这个好正解方便的意思，讲你哪里会当好来了解到这个方便呐？啊，伫遮所讲的这个方便的意思啊，就是咱本身要来修行，哦，以及呢度化众生的方便。啊，甲恁讲，若是错误啊，认为讲无知无见是对。也那呢？对咱自己要来学佛修行这条路，哦，咱已经认识了错误，也对教化众生的方便呢，也无法度好显现。啊，那这个教化众生啊，就是啊，袂使你有一点啊，迄款的这个执着的存在。一边讲念动一念自智慧。自己灵光常显现，讲你应该啊，就是爱一念自智慧。哦，这个一念就是讲起一念的智慧。哦，伫遮所讲的这个一念啊，这就是咧指智慧正念。自智慧，自己呢知影讲安尼毋对啦，是啥毋对呢？哦，就是讲前面。哦，诶，迄个武见甲空知，这啊，拢总毋对。哦，也哪呢？自己的灵光啊，就会当好来常显现。这个灵光哦，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本来有的佛性，也咱一切众生本来有的佛性哦，这是灵灵觉觉。会当来放光明，这名叫做灵光，在五顶会员的所在，有引起北众禅师相当的开示。北众禅师在相当是哪样讲呢？讲灵光独要轻脱经典，独露真相，不屈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完成。但离妄言，即如佛。这个灵光独要轻脱经典的意思啦，就是讲本有的佛性是灵灵觉觉，伫迄所在放光明。自己呢，伫咧起了照了的作用。伊呢？已经啊，摆脱了经典啦，就是讲无受到经典的束缚哦，将这个经典的束缚的所在已经开放出来哦，这名叫做轻脱经典，讲独体露真相，不屈文字，讲伊这个体呢哦，露出这个真相，这个真相这就是真实相助。也就是讲，真实相助的本体显露出来，但是呢，这个真实相助的本体啊，这是袂互去世间的语言啦，这个文字呢，所该拘束，啊，就是讲离开了语言文字，讲心性无染。讲这个内心的本性啊，无染污，无受染污，本自完成。这个本自完成，就是讲本来呢就是圆满成正，圆满成就。所以呢，但离妄言，即如佛。我就是讲，只要你会当好来离开这个妄言啊，妄言就是讲虚妄言啦。只要你会当来离开到这个虚妄言啊，就是这个如佛。哦，这个如佛的意思就是如不动的佛的意思。即摆伫这个所在，慧能大师甲伊讲，就是讲，只要你若会当好一念的正念，
知影讲存一个无知知影存一个不可见，即毋对也哪呢？自己的灵光就常常显现。意思就是讲，像即个浮云啦、闪电啦，在即个虚空中，若拢无的时阵即个太阳呢就显出了伊的本来面目，照耀在即个大地，甲即共款的意思。心中若是无一点囝迄个染污在迄个所在当然即个真性就显出了伊的光明，照耀在整个即个3000大千世界。下面常闻其意，心意复然，乃述其愿。下面呢，就是要来说明这位地上法师伊的了悟，上就是咧指地上啦。闻其意，讲伊来听到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这个机了后就心意复然。这个心意复然的意思，就是讲伊的这个内心就复然。这个复然就是讲心就开了，忽然间呢就开朗了，也就是讲，像迄个这个虚空这个云拢开去拢无一点仔云内心的疑问完全拢去掉了。乃述其愿，伊呢就来讲这个偈就来讲无端起知见，独上求菩提。情存一念悟，令一色时灭。自性觉原体，随照往前流。不入诸事实，茫然处量头。这就是这位地通法师可以讲是听了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有所了悟。这个可以讲就是了悟心境啦。无端起知见，独上求菩提。为什么佫讲做这个无端起知见呢？这个无端就是讲无任何的理由啦，无任何这个理由，无缘无故呢就起知见。那伫遮所讲的这个知见是啥物呢？就是无见伊就甲空知，就是讲无缘无故在内心存一个迄个无见因为了无一无可见嘛，就变成无见；也无一无可知嘛，就变成空知咯。那因为这个无端起这个知见，所以结果呢，就是属于着相虽然是讲所着的毋是属于外表的相，但是呢，这是着于内心的法执。着内心的法执呢，情存一念悟。这个情就是自己的心情，就是讲在自己的心中存着这个一念的悟以为讲我已经悟了因为在前面这位大通法师甲伊讲啦，讲你的本性敢若像虚空，若是会当后来了无一无可见这名叫做讲做正见；会当后来无一无可知呢，这道名叫做讲做真知。就在这个所在，以为讲安尼我已经悟着了，这就是情存一念悟。也这个情存一念悟呢，就非常的错误。安尼讲非常错误呢？讲灵一色时灭讲假若若是有一念以为讲我已经得到了悟要存有一个迄个悟的迄个心伫遐，要哪里呢？哪里会当超越灵一或者是灵越这就是讲哪里会当来超越
哪里会当超越了过去的迷呢？意思就是讲，假如你若是存有一念的讲，我已经了悟啦，然后这个心，安尼甲过去迄个迷实在是无差别。伫遮所讲这个无差别的意思，就是用伊内心的执着来讲起来无差别。当然，袂使讲完全无差别。咱讲袂使讲完全无差别啦，就是讲在还未学、还未修以前所执着的，可能就是属于有形上的、外表的、世间的物质。或者是执着咱自己这个身躯，所以呢，可能较属于五执，或者是讲五所有执。也即马呢，在内心存一个知见，或者是讲存一个我已经了悟，这呢变成一种的法执啦，变成一种的微细法执。不过依照这位地藏法师的意思就是讲，无论是五执，无论是法执，平平都是执。也拿呢，根本呢就无有超出了内心执着的范围。再讲做灵一色时别。下面讲自性各原体随照往前流。自性各原体，这个自性就是咧指咱自己的心性。讲自己的心性，这是一个觉缘，安怎讲做觉缘呢？就是讲这个就是咱众生零零角角的本源。体呢，就是咧指体性。这个自性觉缘体所指，就是咱一切众生的本觉真性。咱众生的本觉真性，也名叫做讲做佛性。也名叫做讲做心地虽然是讲法无共啦，但是呢，拢共一个。所以这个自性觉缘体呢，就是咧指咱众生本有的佛性。因为众生本有的佛性，这是一切的本源，也就是咱众生会当来生活的本源。也是咱宇宙万有的体性，所以名叫做讲做自性觉缘体。这个自性觉缘体呢是随照，所以结果呢就往前流。这个随照是随什么去照呢？就是讲随着迄个见知，那随着迄个见知来起迄个照料的作用。换一句话讲啦，就是讲咱这个本源自性，咱的智慧的本体本来呢是无一点仔个妄念，但是呢，由于无端来起这个知见，也咱这个自性的觉缘体呢，就随着这个知见来去起作用，也结果呢。这个物件透过迄个希望的这个作用变成一种希望，作用变成希望呢，所以就往前流。这个往呢，就是讲落去无光也可以讲就是观往。伫迄个所在呢，伫咧前流。这个前流叫做念念牵涉，像迄个水伫咧流共款。名叫做讲做潜流我拄则讲过，就是讲咱这个本源觉性本来呢是无染，但是无端呢起这个知见，就随着这个知见来去照料呢，变成一种染污的作用。对于这个道理，我过去呢有常常提一个譬如无妨我提出来说明。这个譬如就是讲，咱目睭本来是好好的，也咱这个好好目睭，咱看到出去白纸，咱看是白，
甲人讲一领衫，这是黄色的，咱看到是黄的。一片壁呢，这是灰灰它搭这个泰鲁大概灰灰，咱看嘛是灰色的。就是讲咱目睭好好啊，无迄个目镜甲咱炸掉了，咱啥物物件就看啥物物件原色。那这呢，就是咱的本性的角体呢，无有受到迄款的这个其他的妄念知见甲咱左右啊。咱所看世间万事万物啊，拢会当看到伊本来的形貌。甲人讲，咱一个好好目睭，咱去挂着一个有色的镜，也这个色呢是属于青色的。也哪呢？一张白纸呢，经过你这个镜看出来啊，你的感觉是青啦。无论什么物件看都是变成青，已经失去了伊本来迄个色。但是你目睭有歹无？目睭无歹，因为你目睭的外面搁再一张迄个镜伫咧，所以你看出去啊，就变成失真啦。伫遮所讲的这个随照往前流，也是个咧共款的意思。那就是讲，咱的本源自性，咱的零零角角的本体，你若是照呢来去起这个照料之用啦。对于世间的一切所照料呢，完全都是正确。但是因为无端起这个知见，那就是像《楞严经》所讲的知见力，知呢就变成一种无明本，所以呢就起颠倒，生起了种种的烦恼，就使咱众生在这个六道中。伫咧受这个生死的轮回，因为起业作业嘛，自然就受生死轮回。起业作业受生死轮回，这正正就是伫遮所讲的这个随照往前流的意思。这就是这位地上法师啊，因为已经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心中啊。袂使咧存着任何一念，所以伊才讲起讲自性的觉原体，那是随照呢就往前流，也可以讲伊本身的觉原的本体啊，因为随着这个知见，所以结果呢冤枉在六道中，从无始劫以来受到生死轮回。在地上法师所讲的记内底啊，就是含有这个意义伫咧。注意听先听讲，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